一个问题，就嘿，是若是照迄、个个 transformer 的数学在算啊，嘿，伊比如讲你加一个 token 了后，要加第二个 token，实际头一个 token 算过，所以免阁算一摆，然后就 cache 起来。嘿，对，伊嘿啊，头前也是会 catch 起来。嘿啊，那比如讲我拜五做甲一个工作啊，下班拜一倒转来，伊无可能甲伊 cache 过暝啊，对无？就等掉，啊，对，毋就爱搁定算一摆。对，啊，定算嘿，一摆就定算钱。哦，是吼，原来是嘿，安尼。哦，嗯，所以讲，呃若是一款足了钱的方法是讲，你若是用足贵的 model，亲像用 Opus 还是用 Fable，啊，你用一款100万 token 的 context window，啊，你用到亲像70%、80%，啊，未去做 auto compaction，啊，你就甲伊囥过暝，啊，隔工你甲伊讲好继续，啊，你这继续2字，你就爱甲头前80万的 token 全部顶算一届，安尼这80万的 token 算起来可能就爱10块美金安尼，嗯嗯，了解你了解。就甲伊讲继续2字，就开10块美金。